这是下人太监干的活，你让朕做。 怪我，我也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皇宫，我的皇后，我的妃子，还有我的皇位。这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拍照啊！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回去看。六莲，六莲。 开房，好帅啊！你是明星吗？哎，你是来演电影的吧？签个名好吗？2间房，1间，最好的。给我签个名吧。多少钱1间？480。1间，最便宜的。 怎么一插它就发光啊？到家啦！累啊。你就慢慢研究吧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我洗澡、换衣服、睡觉。
难解甲胄，不因自己计划人投死大海，要何鸿章？为擒杀贼，